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是怪咖纪录片的专题报道。来受在这位家庭医师李家燕，伊长期以来拢在研究台湾儿童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个议题。伊反对凊彩诊断、轻率用药。伊认为应该用更较侪时间，把囡仔真正需要找出来。但是煞因为安尼，互讲伊是怪咖医师。虽然互误解，甚至互责怪，伊也是坚持要行正确的路。这次呢？别。小学中年级当时活泼无适应的年纪，为囡仔所开始接出入病院，看是过动症。不过伊敢真正破病啊！就有一次从医学中出来，孩子就直接问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觉得我有？”那妈妈就哭了。那妈妈就说：“没有，你没有病。”囡仔无法度好好上课，老师歹管理，提醒家长注意。去到病院，若是去认定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，虽然食药啊过成就变较好，不过李家燕认为有其他方法，先怎就爱食药啊？安亲班有点严，如果我们擦掉了，有痕迹粘在一起，老师就会全部擦掉。变成是要尝试不同的方式去教他。我们不能说一个孩子数学不好，就说他是有注意力不集中这个问题。这样的说法我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有的人真的对数学就是了解会有困难。看到囡仔若是对不着课程，地方当作是工厂闪线有问题罐头，家长真着急，李家燕是看甲真唔甘。老师才认识我小孩1个礼拜。为什么就说我们家小孩是注意不足过动症？我觉得小孩很冤枉啊！那幼儿教育就是让孩子去动去玩，那这些东西到小学之后，就会接不上啊。老师就会觉得你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？把教育跟医疗整个混在一起了，教育不教育，然后丢给医疗去处理，这也是不对的啊。捌伫咧大间病院做主治医师，刷出来开诊所，下晡嘛袂看诊。李家燕甲时间留互来求助的家庭，就是希望幸福囡仔做自己。最喜欢玩什么玩具？厨房的。他没有注意力的问题，玩一个游戏玩的没那么的专心。他是因为真的是比较难学习。他不喜欢上课。当然谁喜欢上课？也是，他就是慢进入学习的状态而已啦。李家燕认为，无一个囡仔需要食药法，拒绝不能回流。若是有时间，就开课演讲，决定为家长和老师先赶开破。我就被定义为是一个反精神科医师，不准小孩用药的医生。我好像不是不准小孩用药，我也没有反精神科。我事实上是我要精神科医师更像精神科一点。不要紧去打标签，颠倒更加变势，爱立条囡仔身上去不描坏标签。李家燕虽然这条路真无简单，不过真坚持，因为某一回当在足责任地起，在生前负下关。我们不是希望每个孩子也都有人同人权吗？这不是每个人共同的愿望吗？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